大家进来看一下，啊，少哥要去礼盒社了，很少白天做直播了，就找到这间了 ，location 是这里，上去看一下。Yes 啦，就这间啊。 牛逼！advertisement， 啊，整个那个牛头党啊，以前那个摄政，哎，太哥好，牛逼了，来，敲门一下，我在楼下 scan 了 My Sejahtera 放心，大家，哎。 晚上没有开播，我讲现在我来练气，明天做线上演唱会。棉ผ้毛，敲门一下。骑马会门。哎，小姐，请问这里是那个练气的地方吗？是牛逼，我们这边。牛逼啊！啊 OK， 你是牛逼啊？ 你就是牛逼啊！我们是牛逼的人。哦，牛逼的人。OK， 看到吗？这个美女，哎，不错啊。请进，请进。请进啊。OK。哇，哇塞，好大间哦。哦。哎，还有阿公的椅子。可以坐的。可以坐的。可以。是啊。感受一下。OK， 我去里面看一下啊。咦 ，OK。我老。 你干脆给我拿着吧。OK， 没问题。哦，来，哇，你看一下子百多人来，大家来看一下，哇，几大间哦，看不出现在，哇操，还有卡拉 OK 啊，卡拉 OK， 咦，还有这个玩意儿这里。 你看一下，这个是 club 来的是吗？不是啊。不是哦，私人种地。哇塞，好久，很怀念这样的地方啊！年多我没有看到这个飞镖。哎，看一下，哦，哈哈，看到没有？中央 snooker 我，snooker 呀爷，看到没？我也在那里。咦，有个吧台哦 ！Hello， 哎呦！哇，G18年，哎，哇 XO， 18年都幾支咁多。哇！ 招財貓 ，hello， 還有 draft 哦 ，Guinness draft， Tiger draft 啊，幾夢寐以求啊！我現在，哎，美女，請問有沒有啤酒有嗎？啤酒有啊！你要什麼酒 ？Casper 有嗎 ？Casper 有啊，安排。哎呀，馬上有，服務一流的呢！哇塞，我被。 脱下口罩啊，没有什么人啊。可以。可以哦。我可以脱口罩了。喝酒那有人穿口罩喝酒的。来。哇，今天第一次喝酒。享受黄毛啤酒，境界美妙，顺利顺后。太有没有？ 哎，慢慢，我睇到第二個 cut 出係順後順意，享譽全球。少林大哥，你明天直播啊？明天
8点在这里，所以老板叫我来练习一下，rehearsal一下，要做到尽善尽美，啊，做到每一首歌都很好，然后背景啊、LED 啊都set 得很好，给人家很好印象。因为这个 sponsor 是大商家 sponsor 的，不是开玩笑啊。因为那歌坛100多位歌星他不找，偏偏找我这个老家伙。那你老了比较值钱，那年轻不值钱，年轻不值钱的，对不对？他又喜欢我又方言啊，又福建啊、广东啊、客家啦、又華語啊，所以叫阿生講喺點點，喺現在我能計要，哇，是太舒服了哦！我年都沒有做過8天的，你知道嗎？咦，舒服啊！哇，天上人間冇冇的。喂，有病啊喂！这个是 office 来的啊。这是 office 啊。office 像这个酒吧这样的。relax 的地方吗？哦。等一下，也冇叫人，跟住咧做個拜神，好。这什么神仙啊？你也不懂。我也不知道。二郎神。是。有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有你的。这是华光啊，华光泰帝应该是3粒眼睛了吗？来，我们艺术家就拜他，拜华光，好，来，华光泰帝保佑弟子张少林明晚上8点就直播，超过3000人看。哦，保佑弟子这样。如果超过3000人呢，或者2000人呢，我下次还有机会再做第2次。谢谢。我跟你讲，华光泰帝是大帝 ，OK。做艺人要拜他的，不要拜他的，有個莫怪張學良這世界，好。保佑聽日多人嚟睇你嘅 live。唔好多啦，有1000幾2000就好啦。OK。三太子有人講三太子。三太子啊？不是啦。不是，華光泰帝，3粒眼睛的。我打你老闆走過去那邊。可以。有粉絲問這個是什麼地方？暫時不能透露，因為 MCO。暂时不能透露，明天就可以透露。明天，因为今天没有准证嘛，明天才有嘛。不要怪啊，还感冒怪来，那啲係咪打手架那啲好嘅？要来一场吗？现在做工的时候，好，走，像我去带我studio啊。我们去 studio 参观。在那边那个写 studio 这样大一个，我没有看到。我跟着你，可以进去看。entry 我可以进吗？你可以，你是 VIP 吗？迪拉浪吗？说迪拉浪是讲。你的人进就好，你的酒给我先。为什么？等一下出来我们继续喝。没有，我又唱歌，一边唱一边喝。好干了我。OK。迪拉浪是那种辣一片嘛，还高啊。迪拉浪吗？说啊。迪拉浪吗？说。这样进去了。这样。哇塞，好漂亮的 studio 啊！哎呀，年都没有看过这种灯光啊！少林哥300人了。300人啊！我先问候一下我们的导演大师、摄影师。你好，兄弟，兄弟贵姓啊？姓陈啊？姓沈啊？沈水店。沈随便啊？沈水店。要省水要省电。姓沈啊？沈随便啊？沈随便。沈水店。我们是从小便认识，大便更亲切了。还有那位，嗨，拜。我是高登的。你好像哪吒这样的喂？没有啊，这个头发太长了。绑个辫子，哇，很有型啊！好有型啊也。
好像表弟的赖子阿舅啊，哎呀17期啊，八达岭的阿舅，下次我介绍你认识我的那个。可以。有人说少哥肯定过了，很红发啊！很红发啦，肯定过2000了，明天过2000人是吗？明天大家跟我分享，如果真的成绩很好，我有第2次机会，而且第2次机会呢，钱更多，钱的成日話錢多，啊乾水乜到我，哇，人氣這樣冷呀，還有這個這個點綴的，所以還是拜過神的手裡啊。没有，这个是白眉的。OK。你要看一下那边吗？LED 那边。哇，要，明晚上3架鸡排啊！哇塞，3架。3鸡啊，开玩笑。大鸡哦。OK， 我明晚上通常是站住来唱的，可能有一首歌是白天我要坐住要彈吉他嘛。白天我樂隊同街知道作有人說少哥先來一首，然後還有人說李永南說3000都沒有問題。李永南啊？啊，然後 Jen Yu 說少哥平安。平安，我是夢寐以求來的這樣的 studio。我跟你講，後面還沒有開 LED 啊，開起來美得不得了。哇，你看我的衣服昨天拿來給我擺到美美，你看這樣。這些衣服啊，1年多沒有動過啊，尤其是這個軍裝。哇，哇，有名字的嘞！有名字啊，還有綁架的，開玩笑。哇，明天晚上8點啊，記得來看少林哥唱歌。明天晚上我第1首歌就是這裡是我們的國家，我愛護這裡，保護這裡，這裡是馬來西亞，馬來西亞。耶 ！OK。Jackie Chan 說先來一首做預告哦。做預告沒？做預告，明天都不吃香了，我看看。然後有人問，明晚如果有抽獎，超過1萬人。超過1萬人了，我4人給獎金。4人給，哇！是的，如果明晚超過1萬人，我4人給獎金。我問個問題，100塊。我問題你答中了，我給100塊 ，OK？ 哦。有人化妝間看一下嗎？可以。在哪裡？在裡面。化妝間啊。少哥在喝水，所以先沒有戴口罩。什麼是白美？沒有燈的，開了。哦，在前面裡面那邊。哦。啊，你走進去先。一定過萬，有人講，是真的嗎？少林哥啊。對了。你看，還有這樣好的化妝間，還可以燙衣服。加速，有人講帥哥少哥帥爆了，少林大哥下午好。下午好，下午好，好就好。哇！400人了，現在。是啊。嗯。可以。你要選，如果過1萬人，你可以穿這個嘛？過1萬人啊！我就穿女裝咯。哇！一定看幾點啊？有人問幾點啊？明天8點啊。對，明天8點。明天一定大力分享，有人講。現在流行演苦情戲，人數肯定 up。明晚超過1萬人，我就穿這件裙。哦喲，蓬蓬裙啊！有嘞有嘞有，有嘞有嘞有，有嘞有嘞有嘞。蜜蜂說：“少哥下午好。”下午好。大力分享了 Stanley Chong。啊 ，Stanley Chong 我知道，他很支持我的 Stanley Chong。還有一個 Anna 說期待你明天的演唱會。嗯。明晚上大家跟我分享，就一個人分享5個、10個，如果超過5000個啊，我是發夢都沒有想到的呢。我平時都只有1000個人。何平亮說我要看。何平亮啊？不知道他要看什麼？買票，進我的1窩那就可以了。有人問少哥下午好，少哥在哪裡？少哥先來唱一首
呀，唱一首啊。爱是种饮水的享受，手说一打卡斯不能爱唔够，眼泪卡斯不饮下顺那后，对你有益无本的油条，自己看一下。莫松说：“少哥人老心不老，肯定的吗？”哎，小姐，你贵姓啊？我什么名字啊是 Hebe。Hebe 啊？啊。哦 ，Hebe。 那个 HE 的 Hebe 啊，难怪你这样笑，原来你就是 Hebe 啊！不要跟人家讲，等一下人家要找我拍照哦。哦，找我名叫 Hebe 哦。啊。我为你写首歌 ，Hebe 啊。哇 ！Hebe 不是那个组合叫 SHE 对不对？是。啊 ，SHE 吗 ？S 是 Selina 吗 ？H Hebe 吗 ？SE 是 Ella 吗？啊，是那个。 哎，音乐响了，我就去看一下啊。OK。来，音乐大声点，看看。停下来。等一下啊，稍等一下。 明天准时到，分享到爆。Jason 说 ，Jason 刚说。OK， 我们暂时到现在。好，不要给他看我这期这样唱歌，就不惊喜了喽。少哥傍晚好，分享各大群了，加油哦。OK。One two one。 有人说，哎，这边有 Selina 很唠，他说少哥演出成功，少哥还是那么帅气。古来人阿富分享了，阿富，少哥肯定让他破1万。Vincent 说，刘国荣说我们不一样，他是想要听我们不一样。 Anna 说明天帮你分享多多。但 Jenny 说少哥叫你的粉丝动动小手指分享。我很久没有这样拿过无线麦了，整年都没有拿过无线麦了。 Kenny 又说今天晚上，他问是不是？今晚上没有暂停，我没有装。对，是明天晚上8点，明天晚上8点。是的，明晚8点。我看 LED 没吗？哇呀！哇，有美女。谁来的？这个是。我老婆呢 IU。IU 啊？啊，韩国明星。哦。哎，没有。IU好食哦。啊，你好食哦。好食啊，好食啊。 IU 好食啊 ！IU 好食啊 ！IU 好食啊！哇，你看 LED 2副呢。哦。哎呦 ！Selina 说：“少哥永远支持你。”Selina 6。哇，你看一下我的布景。所有商家 sponsor 是不一样的，不一样。因为我在房间里做直播咩，比厕所大一点罢了。这几大，你看看，我老。 你看一下，哇！今年说一定支持。所以呢，先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布置，明晚上很值得，又免费的，反正有人出钱，有商家出钱 sponsor 嘛，进来看支持，何乐而不为，对不对？对一个老人家75岁还有机会做这样的大型直播。明晚上我会唱这首歌。Jenny 说唱你莫走。 明晚上就没有选歌了，就拍好了。我拍了很熟的歌了。明天大家进来就期待哦。再唱情歌给你听。这个多人一点点的。好 ，check one test。echo 再多一点。要不要尖一点声音？ 推生说加油，加油 ，OK。加油省油，你又叫我加油。
我们两臂相约，轻轻地问苍天，心上千万。哇，刘国荣说明天20千个人，20千个人啊！我要送红包了，如果明天20千个人 ，OK， 我讲到做到。每一天都唱歌给你听。500人了，少哥。500个人了。很美哦。很好。再调一下这个麦，给我自然清楚点，上一点。Vincent 讲让他抱黑恩焕。他假如我喺忙緊來，黑我都直接爆。Tony 說：少林哥你好。大家好，大家好 ，check one check 呀，差不多接近了。我們兩臂相約，輕輕地問蒼天，心上的人兒來到了我的身邊。這個玻璃杯要大一點，音樂。我要和你相愛訴衷情，每一天都唱歌給你。少林哥，阿富問明天一定 support 你，明天幾多點？8點啊，8點，明天8點。我呢個大一點點，或者你要放2邊玻璃燈，你是2個玻璃燈對不對？他們在準備。深深的念起，我們兩臂相約，痴痴地問蒼天，心上的一筆來到了我的面前，我要和你相愛訴衷情，每一天都唱，哎，夠不夠啊？唱切。梁初一說：“師傅，你最近好嗎？”哎，梁初一啊 ，OK。梁初一。好，謝謝大家，謝謝大家關心。哇，年幾冇出閘啦，今晚又練習下先。這個 A 歌 check，唱，哦，唱。有沒有 delay 的聲音啊？加一點點 delay 的 check， 那個叫 delay。A 歌是唱 ，delay 是等，那個叫 delay 有沒有？我會講啊，但是不會調。要做到精善精美啊，對不對？有人說少哥，客家人肯定支持客家歌王。客家人氣有了。殺鼓來變金條，唔怕我對你笑。OK， 你找到底，你不要緊了，我慢慢找。來，喝完這罐啤酒，我們就開始要關掉了。OK， 現在呢，少林哥在彩排哈，等一下。謝謝大家，國家太監今晚要今日來支持，看到啊，試鏡啊。時間啊，我賣身給這裡了，牛逼賣給牛逼，好彩不是賣給那個馬屁啊，前首相馬屁，牛逼更好。哇，這個嘉倩他給你很多的 like， 還有 love。嘉倩哦。啊，入莉莉說十全十美，恭喜阿少哥。謝謝大家，明晚上看看我的實力，我不在直播室坐住啊。很無聊了 ，check one，no check。明天是一個很嗨的夜晚哦，大家記得進來。check。他那沒有寫 delay 嗎？我們這邊最多只可以有2個 delay 那個沒有。我們一個是 reverb，然後另外一個是 echo。check one。明天哦，這些衣服哦。哦，太多了。少林哥明天會穿這些衣服哦，記得來捧場哦。長壽啊，還可以，麥香別派，愛香跟他賽來，哇，還有噴煙啊，明天多浪漫，知道嗎？
还有特效喷烟，还有特效喷烟了，很好。OK， 大家期待明晚上啊！谢谢大家看我上来做李和社啊，我这次要去练习一下了。谢谢大家。以林业说明天会很热闹，是肯定不会令大家失望，大家分享出去。如果是真的破2万个，我来派红包了。我打算拿1000块来派。哇！哇吼耶！我派给工作人员。所以我们的红包就要靠你们的分享喽，大家明晚。如果真的2万个，一人100会多吗？1、2、3、4、5，不要叫人进来懂了吗？和平亮说明天8点见。2万块哦。哪里2万个人呐？2万个人。我这给红包啊！2万个人1000块，不是2万个人2万块。好开心一下！哎，不要公仔，大家夾拉住跟住，哎，關仔 ，OK， good。哦，有人说少林的麦声很小，女的声音很大，要调好，所以你要跟他们讲。对，还没有，这是调好。OK， 好了，谢谢大家，来，我们先结束我的试播，谢谢大家。OK， 你要跟你们粉丝拜拜。拜拜。明天晚上8点哦，记得要 support 哦。记得，好，谢谢大家，敬礼。敬礼，3、2、1，结束。